我没有主动找狗啊，是狗过来冲我汪汪叫，我出于一个我怕被狗咬这种，我就踢了它一脚，给它踢远点，对不对？那你狗没有拴绳吗？我们从监控里面看出来了，狗对你其实并没有危险。后面你跟狗已经有个安全距离，它也拴着绳，你去把它抓出来。你踹狗的这个行为，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的？踢狗这个行为，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对的。我养这条狗跟养我崽一样的。我愿意去赔偿。如果他说狗1000 ，OK， 那我这边就是4000。首先，他对他这个狗这事儿先不追究，我们再谈他的事儿。如果他要追究狗的这个事儿，那我就不跟他聊这个事儿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踹坏他的狗，他可以不追究；弄坏了你的手机，你就必须要追究，是这个意思不？兄弟，你自己扪心自问，我跟你要3000块钱多吗？你打了我，又给我手机弄坏了，我要3000块钱不多吧？我不是说路边乞丐。他拿不出钱，现在都找我这边借500，要不你继续管了算了好吧？我这狗我就给你，我就不要了。然后呢，你要多少钱？最少1万。那这个事儿不谈了，警官。想白嫖拿狗的事儿跟这个事儿抵了，那你觉得我干嘛？拿我一个人跟狗比啊？我怎么可能？